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到台湾的国球，就是野球，就是棒球啦吼。咱看到今年伫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这状况之下，台湾也是会当吼头一个来拍球的这个国家吼。啊，除了吼台湾人吼家己欢喜，嘛互世界人吼看到台湾棒球迷人的这个所在吼。其实咱讲台湾这个拍棒球这历史由来吼已经真久啊吼。讲到棒球，咱讲到日本时代传来个台湾讲起啦吼。嘛咱看到讲伫咧战后棒球是愈来愈发展啦。尤其咱嘛讲到这个1968年红球少棒哦拍败日本少棒以后，咱看到这个名声是称甲掠袂掉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1969年哦，这个金龙少棒更加伫咧美国这个 Williamsport 吼，咱讲华语哦威廉波特啦吼得到世界这个冠军。啊，自尾手咱嘛看到讲少棒、青少棒、青棒这个三级棒球吼开始唱起来。落尾搁有这个台湾棒球啊好啊，非职业啊甲职业棒球啦吼，台湾的这个棒球系统是真正完备啦吼。其中咱嘛真正感谢讲真侪有贡献在这个成败啦吼。今年第7年，这个台湾名人堂哦，入选有4名球员，咱来看讲有谁呢吼？咱来看到吼，只有这个李宪忠，等下咱来小解一下，这是咱今日来宾吼，咱合作啥？这个合作是棒球太子吼。另外，佫有郭泰元啊好啦，啊一个曾胜雄吼，啊佫有过去因两个吼，有佫甲另外一个这个郭元志啦吼，是这个两过一庄啦吼，有这个封号伫咧吼。啊，这个吴明哲的，咱讲吼是卡诺啦吼，咱嘛叫伊是叫做麒麟子啦吼。所以咱看到透过今日节目，咱就要好好来还原吼过去咱讲台湾棒球这个历史辉煌的这个战绩。首先，咱要来欢迎哦，这个是棒球太子，拄则有小解过，咱的李宪忠老师你好。你好。咱嘛看到吼，过去真正是咱1960年代这个王牌这个 pitcher 啦吼。第二，咱要来邀请到讲台湾棒球，咱头头讲到少棒、青少棒，咱讲过来讲吼，这个国家队会当完备啦吼，这个系统训练、国家体制化这个推手，咱欢迎林秉正教授你好。各位大家好。所以咱要来邀请到吼，这个台湾名人堂的这个协会理事长王永波，波哥你好。啊，各位大家好。哇，真正咱头头也讲到这个。棒球太子啦吼，先来讲到咱过去这个战绩啦吼。过去咱讲吼啊，迄当阵拍日本，大家拢会惊日本啦吼。所以迄当阵吼做惊日本的这个镜头，但是自你开始无，咱来还原一下。迄当阵是第9局啊，吼，抑个是1比1拍和啦吼，真正无简单。台湾一向是讲好了，咱的棒球对日本都有迄个。曲日病啦，忌日症啦哈，曲日病，所以讲，迄阵啊，大家若拄着日本就讲，敢若比如骹软一半就对啊。骹软一半啦，有影。但是我就是将这个演员吼，伫咧心肝内一直想讲，啊，嘛是偏偏一个亚洲的人哦，是共款人种啊，啊，这是讲就是讲，你家己爱。表现，若要表现好，就家己爱认真吼，你著有这个心理吼，把讲免惊讲这个对方是偌强拄偌强吼，所以讲啊嘛是这个心理，把这个心理建设好好势了吼，所以讲准备比赛时咱著迄个状况著会当迄个无迄个。惊慌的迄个，袂惊吓啦吼，袂惊吓。虽然讲吼，这回你是这个第7届这个入选这个成员啦吼，这个欢喜无？哦，当然是，迄是这个理事长、委员遮大家爱惜吼，啊提拔，啊就讲吼，啊所以讲他来入这个名人堂啊吼，这也叫这是一种的公益啊，哦，选手最后的目的就是讲。成就会当进入去名人堂，这是大家期待的代志安尼。是方一种肯定啦吼。咱嘛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这个名人堂这个颁奖的这个过程吼，李宪忠这个老师吼，迄讲安怎讲，先做来看。台湾棒球名人堂协会到达是第7年，伫头前6届选出24名名人堂成员了后，今年阁选出4个人。包括1980年代去日本发展出名的投手曾胜雄甲郭泰元，进前透过投票三星加龙卡诺的时期投手吴明杰，甲1960年代代表中华队的上强投手李宪忠。这届日堂的4位成员
等于是对无同年代内的台湾4位出名投手。这摆的颁奖典礼场面热烈，侪棒球界人士来到现场，包括1984年台湾棒球头一遍伫奥林匹克摕牌的成员，4位民林党成员当中，已经81岁李宪忠亲身到现场领奖，以上感谢当年淮南银行的支持。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华南银行，我进到华南银行就是得到这个大家的选手的这个鼓励，所以说棒球不是一个人的，棒球是团体的，没有团体就没有我。深深领奖的人，还有过去去日本打拼的王牌投手郭泰源。进入名人堂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棒球给了我的一切，那我也尽我的一切，要回归在我们台湾的棒球。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样，为了我们的台湾的棒球，大家共同来努力。另一位伫日本打拼的投手曾胜雄，因为疫情的关系，吴明杰已经离世几落年，由伊的后生吴胜广透过影片的方式表达感谢。3、2、1，请节目。最后，阁有击败民林党成员当上揭幕仪式，同时开放野球球迷签名。为着保存台湾棒球辉煌的历史，民林党协会嘛继续选出优秀的台湾棒球名人。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头拄仔老师讲到吼，棒球毋是一个人的这个工课尔吼，是9个人吼，伫咧球场顶安怎去这个得分啊吼，安怎去这个守备也好，然后真正非常的这个重要吼。所以咱要来介绍咱的这个林秉正老师啦吼，真正是这个教授级的啦吼。咱看到过去你伫咧吼完备咱讲国家这个训练内底，啊你嘛得到咱讲第6届这个名人堂的这个入选的这个成员内底啦吼，啊已经1年啊，你入选的这个感情啊，讲这个情分也真重啦吼。其实我对我入选名人堂，我本人吼，我心里真惊吓啦。惊吓安怎讲？我常常咧讲，我是凭什么资格来入名人堂？哦，这个问题到即马我也阁存在啦。是吼，安怎讲咧？因为吼，我本人选手的资历，才8年尔。8档哦。8档。是。啊，我做教练伫北体，我的中心咧服务的所在，我才做，实际上才有8年的教练的经验。其他的时间呢，我大部分拢伫棒球协会参与迄个时阵有关国家队的组成、训练，啊，甲比赛。敢若安尼尔。但是安尼经历丰富啊，你有球员的这个身份，你阁有这个领队的身份，阁有国家队的这个身份，安尼阁无够吗？我是感觉，若甲先摆比起来吼，啊，甲遐已经有入选的遐名人堂，啊，甲我脑筋中间日本、美国的名人堂，遐个人的资历来讲，袂当比较。OK， 我相信这个教授是过谦嘛吼。咱嘛来先看讲这个名人堂吼，有偌尔济这个成员，咱等下再个请教报告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第1届，这个2014年的时阵吼，是这个詹启文吼，大家拢叫伊教官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伫咧好比中学的这个时阵也好，也是讲买手吼，这个兄弟进前，这个非职业赛的时阵，伊就开始咧带队啊吼。另外这个兄弟成立吼，头一个这个教练就是伊啦吼。所以咱号做教官，啊，伫2012年。不幸来过身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另外一个特别贡献奖，伫第1届佫有这个贾国成吼，咱嘛看到讲最近也有真侪这个纪念伊的这个校棒的这个比赛吼，来去继续进行。另外咧，这个是奥桑吼，咱讲伫日本吼，伫咧这个部分，伊即阵也是全世界这个红不让。吼，这个保持的这个纪录人啦吼，咱嘛是真这个耀眼的这个一位头人吼，伫咧棒球顶吼。另外，咱看到第3届有这个齐成明吼，但是伊过去嘛是咱讲吼，伫咧魔术师也好啦吼，伫咧球场顶也是带国家队，伊嘛是真有经验吼。另外，咱要搁再来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第4届要这个单润坡啊，第5届搁有肖登棍。有林信忠吼，啊，第6届、第7届哦，大家真正吼，真确实施的，有咱头拄讲的这个郭元志啦吼，啊，伊含这个郭泰源也好啦，曾胜雄啦吼，
因有一个封号或者是2过1庄啦吼。另外就是咱讲的这个李宪忠，就是咱这个老师伫遮啦吼。啊，吴明哲吼，就是咱讲卡诺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咱看到名人堂内底，咱有包含着这日本时代好，战后的时代也好啦吼。这个4级棒球这个比赛也好，也是讲职业棒球拢甲含在内吼。这是咱名人堂，这个真正拢包含在内。啊，咱过去讲啊，日本都有啊，美国都有啊，是啊，咱台湾也无啦吼。啊，即阵咱冲出来，已经第7届吼，爱继续办落去啦吼，报告。对。甲报告一下吼，迄个美国已经有名人堂已经有80年啊。是。啊，日本嘛有60年啊啦吼。啊，咱今年是第8年啦吼。虽然啊，拢是有100几年的棒球的历史啦，吼。啊，所以我是感觉不能落人后啦，吼。嘛是爱迄个，因为所以名人堂成立吼，有3个主要的宗旨啦，吼。是。第一个是讲迄个对有功吼、有贡献的人爱表扬，爱表扬哦。表扬。啊，第二是讲爱保存吼。保存和发扬这个棒球的文化。是。哦，像咱看到这个金像奖座，就是迄个叫学生的钱吼，村里来个修理。就是学生的这个50个这个像吼，会当甲这个修复起来，但修复过程咱嘛使问咱的这个李老师。哦，而且我这个个第三个是讲一代甲传下去吼，所以按照这个3大的宗旨吼，这是按最主要。啊，像迄个民进党有分2种，一种是政治类，一种是迄个特别贡献，哦，有这2种。啊，政治类吼，有分是选手，哦，个含教练，哦，这是政治类。是。啊，若讲迄个裁判啦，还是讲行政类啊，像按迄个谢国成啦，吼，迄是行政类吼，即嘛是这个，所以按有分吼，按有分4个时期啦，吼，是，迄个日治时期是1945年以前的啦，吼，迄是日治时期，啊，就是1945到1968，吼，即按是叫战后时期，战后时期，啊，就是1969到即卖，这是都叫金融。少棒冠军以后，1969年开始啊，1969年开始，啊，来是1990普罗，按台湾有普罗开始，哦，这个棒球开始啦，啊，所以伫迄个日治时期和战后时期吼，按全部拢是由这个提名甄审委员会来提名，啊，但是这2个时期吼是互因提名，因15个提名甄审委员会去投票 ，OK， 去投票，啊，拢爱有。3/4通过，差不多12个啦，差不多12个开赛。啊，尾后这2期哈，这2期按是56个遴选委员，这56个遴选委员包括迄15个提名甄审委员。OK， 哦，啊，所以那这56个遴选委员哦，爱有2/3吼，拢有投票，才算是有效的投票。这个投票当吼来亲信投啊，这个通信投拢有会，我拢目前都用通信的吼，啊，然后3/2通过吼，真的内底要有4/3，就是拢有投，安尼开始正式进入民论。所以咱讲这真正严格呢，这是足不容易的啦。有几啊届，这个咱讲特别贡献奖吼，拢是这个无人来得这个奖啦吼，所以真正这边要通过这个委员的这个肯定，真正无简单啦吼。无简单啦，是按嘛是参考美国啦、日本啦，当然按台湾。按100年哈，按当然来因应按台湾的一些做法 ，OK， 按来参考对，所以嘛不简单啦，无简单吼，所以2位先拜伫遮吼，李宪忠老师伫遮，李秉敬老师伫遮吼，林秉敬老师伫遮，真正无简单啦吼，咱嘛讲到这个过去这个投手的时阵啦吼，大家拢讲你天分真好，国校4年进前是咧走运动店，啊4年开始，这个第4年的时阵吼开始拍棒球啦吼，一路安尼拍起来。校棒这个部分，过来高中啦吼，去甲南英啦吼，另外就是讲吼，买手入去这个花篮吼，真正拢是真趣味的。但是迄当阵，啥物运动天分遮尔好啦？这天分，天分其实是真少啦。人讲三分天分，7分来靠努力嘛。OK， 靠拍拼嘛。这个早时5000，暗时个5000，安尼走啦吼。这是运动啊的基本的财产共款啦吼。OK， 你有体力，你到我都人拍球，你创啥你
轻而易举的了。OK， 较轻松啦吼。较轻松的，所以这天伦讲起来，我拄仔嘛讲野球，毋是一个人野球嘛吼。你团体嘛，团体边仔人若无甲你有迄个合作，你嘛无通表现的机会。是，所以。咱讲这个郭泰源，伊讲迄当阵啦吼，伊上感谢的是这个赵树强啦吼，有失误的部分嘛，互伊拍这个安打吼，拍这个全垒打这个部分，互伊会当伫这个咱讲伫咧棒坛吼留名啦吼，所以真正棒球毋是一个人在工课，有天分，嘛着要有这个咱讲吼，这个系统化这个训练吼，咱讲。真正林秉正老师伫遮吼，真正发挥伊的这个功能伫个。咱嘛讲着吼，真正伫咧行政能力，你头拄仔讲你球员的这个期间啦吼，无伤长，但是你这个行政能力是有够好啦吼，爱去找资源，上重要就是讲真正这资源安怎运用落去，会当运用较大。是，台湾的野球历史吼，应该讲到即卖为止写的人真侪啦。OK。其中有一本100年历史的台湾历史的野球史，有谢教授2位谢教授吼，伊写的，迄个内底吼真详细有甲大概这700多年来台湾的野球的发展有讲出来。OK。其中我呢，因为民国57年我为大学毕业，是。随着陆军野球队结束以后，随后台北体专呢用助教的名分。聘入去台北体专做老师啦，就是指定讲爱甲台北体专的野球创好，所以我就是唯一一个人哦，伫台北体专，甲我即马退休了遐尼久哦，唯一一个老师头到尾拢干那教野球，一项目尔。是。迄个中间因为家父先父的关系，迄阵先父是峡谷乡理事长的野球协会的总干事。哦。因为迄阵野球协会经营真困难，我拄仔伫台北体专咧上课，对台北体专的球场有使用的方便性。OK， 所以野球协会若建要办比赛，或者是讲若有关场地的代志，拢一通电话就拍来互我讲，这你甲我创安怎，拢甲我交代。是，因为有这个缘分，尾啊呢，写信干脆讲无你吼。入来野球协会啦，做干事部，顺续佫甲我创一寡有关的遐行政工课的遐代志。互你，互阮老爸甲我指挥安尼。OK。所以我民国72年我就入去伫协会啊，但是是做场地代志。但是佫较一个迄个就是，我家己伫陆军野球队的时，就是1968年。OK。日本的纪人军来台湾做迄个季前训练啦，训练。我拄好有机会，2月2礼拜因的训练呢，我头带我的陆军队去看到尾。自头看到尾。伫迄个中间，我才发现讲咱原来台湾的迄阵的传统训练，差人迄阵现代化的训练。差遐尼济，所以讲伫日本了后，战后这段是差几十年啊吼。迄阵若讲先摆因咧拍野球，甲日本咧拍，迄个比数，敢若伊咧牵的球有法度这个1比1安吼，剩的拢是两位数的差距。10分以上的这个差距啦。哇，所以咱看，迄当阵会当看到人吼，咱的这个不足，去甲人学啦吼。嘛建议讲，咱等下再好好讨论讲，真正咱讲现代化，伫台湾这个棒球真正较完备啦吼，是交互咱讲这个林秉正教授啦吼。其实恁两个有真趣味的这个故事啦吼。头拄咱讲这个林秉正教授讲吼，做这个8年的这个球员这个生涯内底，有一届恁两个相拄着，是伫咧新闻头顶啦吼。迄当阵这个老师你的政绩如何？咱互恁这个宪忠老师来讲好啊。好，做投手，你家解决几届？这款迄个，互伊讲较。互伊讲啊。好，安尼话林秉正教授。因为我是迄阵是高3啦。OK。高3我会当到我高1下期早学野球。但是去台中72中的野球队。是。
啊，我甲高三我就台中市的省份的代表队。就高中生就去代表这个关。对。OK。啊，有一个机会就对着宪宗兄伊的铅球。迄当阵就是华南银行啊吼。拢总3打色。OK。2打色3进。3进。啊，1打色拍一个沙多夫来结束。安尼这个 average 就是0啦吼，咱这个对阵的这个组合就是0啦吼，啊，你的这个防御力就是真正有够好的，然后对着咱这个林明正教授，所以咱讲虽然安尼讲起来真笑亏啦，但是咱讲吼，老师只要有这个运动天分伫的，但是吼，若是真正有迄当阵林明正老师这个系统化训练，是不是咱讲这个宪宗老师就不得了？啊，林明正老师吼，确实是电竞方面啊，伫体能方面吼。伊是较专家啦，伊是啊拍野球，伊是讲我是自细就拍起的，对不对吼？所以这基础是比较较好就对啦。啊，你正下伊客气，反正我客得球无啥爱拍。所以你遐等3点拢红3胜2打10安尼。对啦，迄阵啊就是讲，伊是若是台中吼，伊是为因学校迄个。单位做省份的代表，是。我省份代表是13届、14届、15，我第11届省份就拍到第15届了，跳去21届嘛。所以阮是花莲代表台北市吼，代表3年拢摕13、14、15拢摕冠军嘛。啊，这其中了就去海军了，就到21届，就民国55年吼。是。迄差最后一届，我才参加这个。台北市省份是合作经过，个请我去帮助就对啦。啊，所以讲最后我决赛是，那是我来主导就对啦。是。啊，再赢台南市啊，台南市嘛国手足侪迄阵啊。合科嘛是国手台拢足侪吼。是。迄阵就是，那是实力小可台北市有较好啦吼，这讲实在。有啊，所以咱今日节目都有2个名人伫遮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普哥啦吼。咱讲这个已经是第7届啊，第8届咧，佫有啥物走出？咱讲有这个日本时代战后的，佫有这个4级棒球时代，佫有这个7级棒球时代。其实按未来啦吼，未来除了讲按那个前辈啦吼，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时期，从今年开始，像谢长廷、黄平洋、罗敏清，职棒的。已经进来了 ，OK， 所以咱讲吼，这阵这棒球已经30几档所以你看，如果像那个陈金峰啦，他们可能再过了2年，也就因为我们有个规定，那个像那些球员呐，你要退休满5年，退休满5档，是，啊，开始迄个候选人了，对个，啊，那是教练呐，退役满半年。所以我有一个规定，啊，当然5档，啊，教练半档，对，啊，当然你若唔是讲拍普罗的啦，你若讲伫业余的你要伫国际赛有优秀的成绩啦，还是有特别的贡献是，那业余的啦，啊，那是像阮中华职棒啦，你爱拍第一军爱拍10年，10年爱拍10年，第一军中华职棒爱拍10年，是，啊，退休满5年，你就。就像迄个今年迄个谢长、黄平洋啊、罗敏清，他们就是合这个，只是他们还在努力中了。人家过来拍拼，过拍拼，OK，还没有入场就是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前辈还没有入场嘛，接着中国职棒会延年进来，就是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时代，OK， 开始了，从今年开始。所以咱讲吼，过去这个日本时代啊，是讲这个战后时代，这个过去这棒球的头人较少啊吼，所以咱这阵发展的都开始伫职业棒球，伊个咱讲台湾职业棒球发展已经30几档啦吼，所以应该这的这个人拢出来吼，过去咱讲吼，这个棒球先生吼李基民吼，可能嘛会当按算伫内底啦吼，这个无共球队的拢会当吼开始豆豆藏入来吼，那么要带大家先来看讲吼，这个名人堂吼，其实佫有真济这个文物的收藏吼，先做来看。今日去伫咧桃园龙潭的棒球名人堂，一日摆开是早期球员的衫、甲球迷收藏的签名衫等等经典的文物，嘛展出各年代复刻版的棒球手套、
捌打，佮甲当年选出的棒球名人堂成员做成同乡，其中包括头一届的客家籍总教练詹基温，佮第3届的徐新明总教练。教官对于兄弟象其实是有蛮重大的意义，那包含他的带兵的方式是很严格，他希望选手能够守纪律，好，然后勤加练习，然后再把这个本身的态度拿出来，然后展现给球迷。名人堂除了完整绍介日本、韩国、澳洲、美国甲台湾的棒球发展史以外，阁有模拟接球的体感算仪，甲投拍姿势的互动游戏。同时，嘛会当互参观的人了解棒球装备、材质甲场边文化，哪算哪学习的方式，嘛互民众感受到官方的用心。不管是在布置啊、灯光啊、设计方面，都让人家很感动。就是让一个即便完全不懂这个棒球的人进来都很好奇，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他把世界各地的一些棒球的历史介绍得非常清楚。棒球名人堂选伫中华职业棒球的起源地龙潭，都是希望会当像日本甲美国共款，拢有属于家己国家的台湾棒球名人堂。我们会来做棒球文化的保存，譬如有关这个棒球名人的口试历史，口试历史的建联档，还有关棒球文物的收集，还有是我们在有一些棒球的祈祷，我们在对台湾棒球贡献的祈祷，我们给他颁奖。台湾的棒球运动发展已经超过100年，棒球名人堂协会的成立，除了长期推动甲表扬对台湾棒球重大贡献人士，推广台湾的棒球文化，更较希望会当继续保存台湾的棒球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讲到吼，这个棒球的这个辉煌历史啦吼，咱遮嘛有这个咱台湾队的这个王牌的这个pitcher在遮啦吼，其实你的这个球路啦吼，嘛是真正真朴素、真这个软壮啦吼，会使安尼讲啦吼。其实你的这个软壮的球，互真侪人拢拍袂着，但是你的球嘛会当互这个持球，互这个握上吼，就咱讲这个王贞治啦吼，来去拍啦吼。迄当阵的心情是啥？伫遮咱嘛头拄已经讲到2尊啦吼。头前这个咱普哥头前是这个咱讲是偶像的这个雕像啦吼。其实遮是这个金像奖啦吼，是当阵美国这个蔡司这个将军啦吼发互你的。其实伊有登过啦吼。咱先请这个钟宪老师来甲咱讲一下，迄当阵为球、持球和这个偶像的这个心情是啥物？偶像迄阵是民国54年，伊来台湾，志愿队来台湾一份啦。OK。迄阵啊，就是讲，因为台中一份嘛吼，人来台北是甲迄个社社呢，伊就是咱棒球协会理事长。是。伊是甲伊较有咧接触吼，个伊若去日本就是伊咧甲接待，即摆等下台湾，来台湾是社社那个接待嘛吼。所以讲，因为伊是讲要表演讲伊全垒打的迄个技术是世界纪录啊，对。指定讲叫持球好拍吼。像迄阵啊，小可若落雨天啊，淡啊，伊啊穿被啦。OK。穿被，我是迄阵啊，早是欠较歹拍迄球。有挑你讲欠较歹拍啦。小可落球迄款球吼拍，拍了伊倒手吼，迄阵啊是。外野右外野吼，外野来迄个赖道吼，赖道遐是较近嘛。OK。则讲伊是足简单落拍啊。我其实就无要肯了拍。即协会人会紧张啊，讲，迄怎轻口包拍。我到尾也开跟家长直直后拍，拍过了出去吼。OK。皆大欢喜，大家拢欢喜。就头起生活这个，咱讲这个。钟宪老师的这个技术吼，嘛无咧，甲你这个好笑的吼，我就是牵这个较弱的这个球，互你拍无啦吼。牵外角较落球的迄个，这较歹拍啦，对啦。但是按是要牵落去好拍，就是讲尽量要牵较好拍吼。啊，这个红中的好拍。还有迄个社国城市的嘛有民主啊，历史顶，
大家拢欢喜啦吼，买手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真正，咱拢是就选到这个名人堂啊吼。啊，其实咱头段嘛请这个普哥讲到吼，迄当阵是用到奥桑这个雕像吼50尊啦吼，来去修复这尊。这个修复的过程，你嘛有准备一张图啦吼，先甲咱小解一下。以前吼，迄个这个金像奖吼是拆解啦，拆解等做2季啦吼，等做3季啦，3季咧，3季啦。OK。啊，我是讲吼，迄个。嘛要感谢迄个李彦龙那个前辈吼，把伊的物件关到迄个名人堂。OK。啊，名人堂伊的任务之一就是爱保存这个珍贵的文物嘛，吼。所以阮就讲拿关钱吼，阮迄个名人堂社会哦，25000吼，阮就送你一身王贞治的铜雕，这是全世界限量200尊，200尊，是王贞治吼。授权 ，OK， 伊授权啊，你若捐25000元，我就送一尊，啊，阮甲这个钱吼，而来修复，作为修复哦，像这个金像奖座，这个已经62年唔捌看过啊，哦，所以所以按以后伫迄个龙潭哦，是，迄个名人堂会当看到。OK， 啊，未来呢，这个大念灯咧，哦，大巨蛋的时阵，伊会该刷过嘛？对，安开始啊，好，愈这样来看到安尼，因为这来感谢安迄个宪宗那个前辈吼，伊不藏私吼，啊，这讲的是迄阵美国人帮助安台湾是迈向全世界，就是走向这个全世界的时阵吼，鼓励安台湾吼，等于是替安台湾的棒球加持了，对呀，甲加持起来啊，所以迄阵够互因迄个明星球员够一个国际证书呢。OK， 包括按迄个宪宗前辈嘛是有咧，加说不知啦，这样互因嘛是一种荣誉啊。是，表示讲美国人是力挺咱台湾的棒球。有影啦吼，所以讲咱的这个棒球、野球会当伫世界徛起啦吼，其实真正是侪位先辈伫遮甲咱挺起来吼。啊，咱看即阵吼，台湾棒球嘛无咧输人啦吼，咱看到。上新的这个世界棒球的这个排名内底啦，看到这个日本这个积分吼是6167分啦，美国是4676分，啊韩国咧，咱讲吼真想要赢韩国啦吼，真正爱来超过啦吼，咱差一输啊尔吼，继续来去拼啦吼，所以后壁搁有 Mexico 啦、澳洲啦、这个古巴啦吼、Venezuela 吼，拢是排伫这个前8名伫遮啦吼，啊其实咱讲到这个世界这个潮流伫倒位啦吼，咱看到日本也是这个。野球、棒球第1名啦吼，啊美国吼，因为这个职业棒球嘛是真兴啦吼，啊韩国咧就是同款，嘛是讲吼，最近啊看到的，就是讲因的这个训练上啦，是伫前部的这个收扎吼，拢是真正有因的这个基卡伫咧啦吼，但是咱嘛无输啦吼，头拄仔咱已经讲过，咱才有这个棒球系统化工程师伫遮啦吼，咱继续要过来请这个民警教授啦吼，安怎？来去继续拼咧，尤其咱讲吼，过去你才有这个经验伫咧，尤其伫咧3级棒球还是4级棒球遐，你拢有这个系统化、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啊。除了体能以外，你搁有啥物这个较美角角？尤其咱讲吼，迄当阵咧拍这个92年这个奥运啊吼，还是讲这个84年奥运的时阵，拢真正咱有这个头壳放伫咧这个比赛头顶。咱台湾的野球会发展个。即卖基础用历史的角度来看，但是所有的台湾的运动项目内底，伊的系统上界健全，下骹有3级棒球，顶头有职业野球，吼，这就是咱即卖台湾这几十年来，就是为民国大家拢晓知影，民国57年的红叶，对，红叶啦，然后透过金融，是，尤其是金融迄阵。吼，以后甲台湾的野球呢超热起来。是。了，1974甲1978年3届的3级的野球的冠军。是。迄个做三冠王。哦，有影。迄个时阵的三冠王，应该大家若个想到的是，规个国家拢是野球啦。校榜威廉波特啦吼，咱讲这个青校榜要够伫咧盖瑞啦吼。罗德代堡啦吼。这3个三冠王。迄个基础推动甲一定爱要安怎去应用才会选手。无遐选手好选手伫3星咧。啊，你顶头的大人野球、社会野球，你若无开展，才会选手无彩。所以在民国58年，谢理事长呢有感觉安尼，所以伊有讲要安怎去振兴台湾的
成人棒球、是小野球，就安尼有创一个做振兴台湾棒球的计划啦。可惜车生到民国迄个过身去。是，咱真加在接伊的人，迄大家拢知影严孝章。是。伊甲迄个三级的大人的迄个振兴计划，无半任何的改变，全个彻底落去实施。是。迄个中间就是爱有计划，彻底执行计划啦。迄阵咱定一个叫做奥运为单位的目标，奥运是4年举办一届。是。奥运举办一届，一直到84年、88年、92年这3个奥运，做3个部分的计划。这3部分的计划，咱一定上尾要透过亚洲杯的所谓亚洲代表团。是。所以这个4年的中间，有一个一定要真密切的行出国际。有影。就是国际化。是。所以所有迄个12年的中间，甲92年，咱参加世界国际的比赛呢，若无咱台湾去，迄个国际赛道感觉无迄个代表性啦吼，对，有迄个感觉。是。所以看我爱安怎条件才有通做这个代志。一定要有足充足的经费。是。佫足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伫84年迄年呢，建立基础。是。84年为着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咱第一就是先讲，要安怎甲这个选手斗起来，对，整合起来。是。所以迄阵做一项，大概台湾历史可能无人有安尼做，甲所有8队的甲组球队、社会队，从分作3队，动员6个教练，选6个教练。是。拢总选50个选手，分作3队。落去竞赛。落去竞。竞免怎竞？比赛。OK。迄个中间的热度，甲咱台湾所有的目睭拢集中伫野球啦。是。就为遐开始来，即摆迄个来，尾也爱产生一个正港的20个的代表队，伊无选2队，第1队甲第2队。是。所以变做庄敬自强2队。OK。迄是经过层层的比赛产生的。本地有3队，尾也剩2队。剩2队。完2队了，4届去参加所制定的国际比赛。所以咱看迄当阵1984年，真正咱迄队摕到这个 Los Angeles 奥运。73年，83迄个上精彩。OK。迄个伫韩国为着要摕亚洲代表权，今即届有受奖的遐个人，包括郭台铭，赵世强，因迄阵的人，迄个亚洲杯。迄个再见全垒打，是有影。迄个印象应该大家要有一个。有影。所以迄阵的台湾的野球的气氛，咧拍这个，我伫韩国，咧拍这个这比赛时，我拍电话转来问讲，安怎是讲台湾中所有咧比赛时呢，叫无计程车夫。可见迄阵的热度是安怎？热度吼，这个客人车司机嘛咧看电视，咧看转播啦吼。对。有影。咱嘛讲到吼，这个除了1984年吼，其实1988年伫咧汉城奥运，咱也嘛当个请教，迄当阵3连败，其实你嘛是真艰苦啦吼。但是咱看，咱是愈拍愈好。伫咧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的时阵摕到银牌啦吼，所以这个经验嘛是讲真正这个系统化这个训练，互咱伫这个棒球这个基础真正拍好真在啦吼。但是咱等下佫讲到这张图啦吼。另外，咱要来回顾一下吼，就是讲吼，这个拍这个职业赛时阵，真正有这个真正这个美感啦吼，还是讲吼，过去咱头拄嘛有讲到吼，若是讲宪宗老师吼，有这个咱讲民政老师还是教授的这个训练吼，还是这个基础啦吼，其实你买手可能会定金，搁较定金伫咧这个棒球遮哦，有无？对，即摆咧讲这个棒球吼，照讲我是这个按这个讲好了吼，这时间这个期间吼，是到这个我退出棒球的是差不多民国70。拍完亚洲锦标赛吼，第7届亚洲杯了吼，我就差不多已经宣布讲要退休了啦。所以讲迄阵啊野球，我自
国小就拍起啊嘛。是，国小4年吼。嘿，到初中、高中了，我高二就参加省运啊，第11届就参加省运啊。是。阵啊，伊早初出的时候，那会较惊吓吼。会惊吓。拄着高雄，咱转国手啊，对不对？按一个17岁学生囡仔甲伊拍吼，所以看着拢。会惊一个。但是敢若袂说无所在人肯讲。无啦，但是你著拍过日本啊吼，咱嘛讲着吼，其实若是迄当阵有电视转播的时阵，你可能吼真正是会请甲掠袂掉吼。这个恰彭正明可能对也无你着定啦吼。咱嘛来看讲，其实伫咧世界排名，咱头先讲着吼，这个积分咱是排这个全球第4啦吼，是伫2019年啦吼。啊，最近5年安尼来看吼，其实咱有伫上好的时阵吼，有到第3名吼，是伫2015年这个时阵吼，啊2016年甲2019年吼，拢是差不多。排名是第4名啦吼，所以安怎这个部分来去突破吼，咱等下个小来请教啦吼。咱嘛看讲吼，其实日本、美国、韩国拢徛甲真在啦。头拄嘛讲到情报的这个收查、情报的收集，韩国真正做了袂歹啦吼。咱过来请教报告啦吼。伫咱的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名人堂要个经一个吼，伫咧情报收查，伫咧职业棒球也好，还是讲吼，这个驾照也好啦吼，安怎来去经一个吼，真正有这个人选的，有这个头壳的。吼，真正伫咧收查情报也好啦，吼，还是讲伫咧即个球员的训练也好，你感觉佫有啥？因为讲起来吼，这当然是有啦。是，我是较歹势讲啦。哦，较歹势讲。因为若讲像即摆世界的排名啊，是喺日本哦，较5年来拢是第1名。拢是第1名。你看因的，你看因的青棒啊，有3000几队啊。OK。啊，安是几十队啊。啊，人因的扑路。嘛是剩十几队的啦，你看人，所以因呢，他们的金字塔的那个结构哦，真的很完整。OK， 哦，所以这人家能够确保第1名，人家是有啊。你看那个美国也是一样啊，因为 Pro 哎，就是2个大联盟啊，对不对？来韩国嘛是啊，所以所以这我是觉得哈，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啦，这个是不能够骗人家的啦。是的，所以我想说那个前3名。为什么是日本、美国、韩国是有原因的 ？OK， 所以咱嘛讲到吼，伫咧职业棒球头顶啦吼，咱看到伫咧韩国遮啦吼，也是讲这个部分美国、日本遮因拢是职业发展有真侪这个国家拢是2个球队的啦吼，所以2个联名然后落去拍啦吼。啊，咱过去吼台湾就是讲啊有2个联名，啊嘛是因为一寡这个因素，佮变做一个啦吼。但是咱咧讲吼拍4队要增加无，啊当时要增加的时阵，就逼出一个代志，啊。对台湾的这个职业棒球嘛是真伤啦吼，啊，咱要继续来请教入选这个名人堂的这个2位啦吼，安怎建议在这后辈咧，伫咧牵球也好，伫咧做棒球的这个心态也好啦吼，咱先请这个宪宗老师。即马这国家吼，即马有咧提倡这个3级的棒球吼，少棒啊甲。青少棒、青棒啊，甲这小业余这国家拢有体育署拢有足侪经费拨，尤其是迄个银行界吼、企业界拢有咧赞助吼，像花银你看青少棒、青少棒，要出足侪钱咧办比赛啊吼。但是我是感觉讲，这个南北不均啦，你知吼？安怎讲咧？我最近发现，阮母校较到南明吼，是足侪人爱参加这个比赛，参加这个队伍点。啊，但是最近学校拢招无学生啊。OK。因为毋是无学生，无好选手，好选手拢有北部机会嘛。OK， 所以南北无平衡啦。无平衡啦，所以讲吼，这你就烦恼讲安尼，哪里来吼，将来可能。北重南轻哩，安尼咧，所以讲，我希望讲安尼体育署吼，那是爱做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要去解决。爱个可以较均衡的吼，较平均吼来发展安尼吼，安尼选手后过较会迄个普遍啦。OK， 就是讲真正袂当吼，这个东北轻南啊，是讲这个中部的部分拢无去注意。北部嘛是敢若一两队啊，你人积积伫遐，剩咧遮。有诶选手煞无迄个去路嘛，对不对吼？是。这囡仔要拍将来嘛是想讲会当出头天。有影。会当入去职业队。是。
这是因最后的目的嘛，对。所以你若讲拢设立台棒吼，争出上咱个竞争意愿啦，对。有影，所以但无遐煞无啥机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中北轻南的这个问题爱去解决吼。咱继续过来请教民警教授啦吼，头拄啊，这个宪宗老师已经讲到。中北轻南是一个大问题啦吼，尤其咱讲要推广这个3级棒球比赛，这个少棒、青少棒，还有这个青棒吼，其实拢爱重到这个选手因的这个培养啦吼，尤其咱看真济学校啦，尤其这个中部的这个学校，有的真正是欠钱也好啦，找资源都问题啦吼，这个要这个少棒要培养到青少棒，可能伫遮就长一截啦，青少棒佮青棒的佮长一截啦，安尼这个咱职业发展真正拢。等伫遮免咯。即摆的阶段啦吼，应该形体甲迄阵咱上届兴的92年以前的，小可有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OK， 就是讲，拢种好选手的目标拢为职业去。所以职业的组织、职业的发展，应该是真关键啦。OK， 职业要安怎创好？吼。这应该是规个棒球的领导者爱去思考、爱去用功的所在。目前我感觉是讲，吼，因为我92年以后我都无参与，吼，这野球，所以整个野球的行政的系统都无参与啦。但是伫边仔咧看，我嘛有5年的时间参与职棒的迄落，我是有感觉讲，确实，吼。家己的环境内底，选手咱有基层也阁真好，也有咧继续直直培养，尤其即摆大学队，即摆高中队，咱的高中的训练呢，应该是世界吼，会使讲强度上悬的。OK， 无输可惜的所有的拢听你，差不多是高中的训练啊。OK， 训练了的目标，吼，应该也阁有一阵嘛，做所谓。竞技的技术的养成的上好的时阵 ，OK， 吼，迄个时阵应该咱伫社会球队迄个站啦。但是即摆即个无去的是，都爱去职业啊。是。职业因拢囥伫搭，即个部分的目标是应该爱囥到二军啦。因为一军无咧训练啊啦。OK， 一军就是真正去战啦。是。但是你一军要退后壁，除了野球迄个学生野球的阶段结束以后。搁去跳一流的选手的这个中间的训练，这站爱搁足加强的，才有法度对着像日本这个程度。是，你看日本的职业队拢总是二军的选手咧训练，美国是小联盟咧负责，大概是这款情形。有影啦吼，所以咱头拄有听到讲宪宗老师也是讲民警教授啦，安尼讲落去，咱大家吼有较认捌啦对啦吼。咱慢慢讲到吼，2019年伫遮啦吼，咱嘛看到讲国际赛成绩真正袂歹啦吼。伫咧这个 U12吼，过去也未嘛有这个转播这个小棒比赛啦吼，迄当阵咱是摕到这个冠军啦，345分啦吼。另外这个 U15是亚洲青少棒的这个比赛。咱讲者亚军吼，摕到70分啦吼。另外这个 U18世界杯这个棒球赛吼，迄当阵嘛是摕到冠军545分啦吼。亚洲棒球锦标赛是摕到冠军，世界12强棒球赛吼是摕到第5名。去年就是咱头拄看到是第4名啦吼。所以伫咧这个部分，真正有真侪。互咱去参考的，咱咧推广3级棒球也好啦吼，大学这个棒球也好，还是讲这个咱讲非职业的，还是讲即阵咱有这个职业棒球的这个二军拢是会当做一个训练的这个底啦吼。不过咱慢慢来讲，吼一届学到真侪这个历史啦吼。其实咱讲到民警老师是真侪，这个咱讲职业也好，这个非职业也好，拢是吼侪这个选手，这个教练拢是你培养出来吼。咱嘛有看到讲这个王建民吼。嘛是你的这个学生之一，吼，你安怎甲看咧？伊即阵嘛投入吼真济这个训练的工课啦，吼，关于这个选手的培养，吼，其实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啦。有影。国家这个制度若甲创好，选手就只好会照这个制度咧行，就会达到咱想要达到的目标啦。这个关系应该是，吼，真明显啦，吼，嘿，真明显。是。所以讲，咱台湾发展到即嘛，其实你个想看，啥咱会变做国球？
一个2300万的这设立岛，咱有法度几位世界5强。是。吼，迄就是基础。咱的兴就是因为基础真在。是。你尾啊，佫有建立一个职业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经营吼，变做是应该是讲，大家爱去珍惜、去努力的所在啦。有影，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 Los Angeles 这个铜牌啊，这个巴塞罗那这个银牌以后啦吼，其实咱有真济这个机会，各位当来去参赛，还是无参赛，拢是伫遮摕到一寡这个教训，还是讲经验吼。伫咧这个 Atlanta 甲这个 Sydney 遮吼，是无吼，咱讲伫咧亚洲锦标赛的时阵，有当时第3名、第4名吼，所以无法度去奥运来进一步来去参赛啦吼。但是伫咧2004年去奥运后3场是赢的，但4场是失败。咱讲吼，迄当阵这个北京奥运的时阵，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中国的这个棒球实力是豆豆咧提升啦吼。其实咱迄当阵可能嘛是吼死甲擦去吼，敢赢到2场比赛啦吼。伫咧2012年也好啦吼，2016年也好，这个伦敦奥运也是纽约奥运是取消棒球这个项目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棒球吼，毋是讲全世界拢真普遍啦吼，咱台湾是较兴啦吼。其实自真侪即个欧洲国家，其实因是较无咧拍的吼。但是咱看到，伫咧2020年，因为东京日本一直是咱讲世界争头名的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因开始恢复到即个棒球即个比赛。但是咱看到2024年，敢要搁恢复咧，即阵也搁咧讨论吼，可能是无啦。咱讲奥运的比赛差不多就是28项吼较热门的即个比赛尔吼。所以咱讲伫咧棒球有时有，有时无的即个情况之下，咱其实嘛是爱去培养真济，咱讲。咱真好的这个选手啦，唔干那拍这个奥运，咱头早看到 WSBC 有世界杯这个部分啊，咱继续来请教报告啦吼。有奥运也好，无奥运也好，咱台湾的棒球也是继续行去国际啦吼。这个以按这边目前中华职棒啦，你拢A卡的啦，是，拢投了780万，比部长个薪水更加高呢。OK， 因为它是一个火车头，但是咱的薪水有够低呢，比起其他国家。对，但是按台湾来讲啊，这也是说刚刚那个民政政治讲的，它会影响整个台湾棒球的生态啊。你说恰恰嘛，这边嘛欠干呢，对不对？一薪水哈，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火车头，然后让这些年轻的球员有个奋斗的目标。OK，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种品德教育最重要。OK， 比如你要名人堂哦，你要竞技类啊，是要特别贡献类，你只要有品德有问题涉毒啦，或是什么不名誉的事情 ，OK， 永远没有机会被提名。OK， 所以说我们强调的是说，品德，这品德非常重要。不除了球，所以我们应该如果像我们的台湾的棒球的文化，因为品德也是和文化有相关哈。为什么美国人他们从小朋友的时候，爸爸就会带小朋友去看棒球，就从小给小朋友说棒球的故事，这就是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文化我们把它扎根，把它做好，定根啊，定根文化定根，然后有品德，然后又加上球技，这样就能够完整发展。是啊，我也刚刚这是按来努力的方向。就是你要有技术，你嘛要有品德这个部分啊，尤其咱讲过去真正。这棒球风风雨雨遮济冬啦吼，所以伫咧遮吼，真正你若是要行入去这个名人堂，无呢遐简单吼，你外高拍都无啦吼，所以咱真正在座的，咱看到宪宗老师也好，民政教授也好啦吼，其实拢是对着这个球技也好，还是讲品德这个部分，真正吼，踏实实吼，实实在在咧拍棒球吼，来经营，还是讲行政这个部分啦吼。上尾咱阁请教这个宪宗老师啦吼，真正对这个少年这个后辈啦吼，有啥物通好阁建议无？即摆后辈吼，比较以前即个选球员来讲吼，较幸福啊吼。古早是靠迄个辈分的迄个是，即摆会记啦，可能较无古早吼。是。但是古早是拢是日本时代落来吼，留落来啊。所以讲，就是有分辈分吼，会甲后辈人对前辈吼，咱毕恭毕敬啊共款吼，啥物讲话拢。来服众安尼啊！即摆毋是，即摆是讲什么人较好拍，什么人讲话就较有声。是，所以这个辈分还阁要记好调啦。所以这个是种教育啦吼。运动选手若是爱训练到迄个
谦卑的精神啦吼。上尾咱个请教兵郑教授啦吼，建议一个或者这个后辈。运动无啥物撇步啦。OK。运动是干那可怜。吼啊，运动是爱靠他拄啊先辈咧讲的传承。传承哦。吼，都就是咧师啊，师傅传给师啊。互相相看啦吼。这个传统，哦，若无维持，恐惊的野球文化会走进去。OK， 所以咱看到吼，今日两位名人。日本的迄个就是这个创了基础太早。基础拍在吼，所以咱嘛毋望讲台湾这个棒球、野球的这个基础继续拍在，然后今日非常感谢咱两位这个名人吼，尤其咱这个理事长嘛来到现场，然后咱做伙毋望讲这个台湾的这个棒球、野球会当去打进前，会当互咱看到，就是讲吼，真正有会当除了这个2020年，也是讲明年2021年伫咧东京奥运有真正好的这个成绩啦吼，今日非常感谢所有咱观众朋友，咱后礼拜再会，拜拜。